大家好，我係 Abel 啊。自從參加完2019年最後一次嘅 SIHH 瑞士鐘錶展，而且推出咗一個新系列叫做 Cooke 1159之後咧 Audemars Piguet 愛彼咧就冇再參加過大型嘅錶展啦。佢哋到今年2026年咧就決定再次參加4月舉行嗰個已經改咗名叫做 Watches and Wonders 嘅日內瓦錶展。嗱，雖然4月馬上就嚟啦，但係咧愛彼嘅市場部同時都係提前安排咗一次響澳門嘅大型活動，招待咗嚟自大中華區嘅 VIP 同埋部分嘅媒體，等我哋可以快啲咧睇到2026年愛彼嘅新錶嘅。嗱，今次咧展出咗新錶總共有17款咁多，連埋150週年推出嘅 Audi No.5 咧，總共係有18隻錶嘅。我哋喺呢度咧一次過為大家介紹同埋咧報告一下我上手嘅感覺嘅。嗱，Audi 系列咧可以話係愛彼嘅概念錶啦，因為咧愛彼擁有一個市場其中一個最強大由業內呢個神級嘅 Giulio Pepe 先生主理嘅技術開發部，所以愛彼咧一直都能夠突破好多技術嘅限制，同埋製作咗好多超級複雜嘅功能嘅腕錶嘅。而近年咧愛彼咧就集中火力係去研發一啲可以改善用家體驗嘅技術。嗱，喺2015年嘅時候咧，佢哋就推出咗第一款 Audi No.1 啦，就用呢個高科技嘅共振技術，將呢個敲擊報時嘅音量咧擴大，同時咧亦都提升埋個音質，可以話係做到咗 best of both worlds 嘅。而去到2023年嗰個 Audi No.4 咧，將一個擁有23項複雜功能嘅機芯咧，放咗喺呢個 Cooke 1159只有42個毫米咁闊、15.5毫米厚嘅錶殼裏邊。嗱，其中呢啲複雜功能包括咗有大小自鳴啦、有三問啦、追針啦、飛帆計時同埋飛行陀飛輪咁樣嘅。咁啊，同年咧仲攞埋呢個日內瓦嘅鐘錶大獎嘅最高榮譽金指針獎添。嗱，150週年推出嘅 Audi No.5 走嘅方向咧係一樣嘅，但係佢嘅技術含量咧就更加高啦。佢針對嘅咧係計時錶起動、停止同埋歸零呢個操作咧，嗰個按鈕嘅阻力咧好多時都唔平均嘅。我哋撳落去嘅時候，有陣時就唔知道有冇撳到啦，有陣時咧就感覺到隻手指都幾痛嘅。愛彼咧將成個起動、停止、歸零嘅機械設計咧重新研發，亦都攞埋專利添。咁佢主要嘅提升咧，就係當我哋而家按起動、停止、歸零嘅按鈕嘅時候咧，我哋只係需要唔超過300克嘅力度，就等同於好似我哋平時撳呢個智能手機所用嘅力差唔多嘅。由於呢個 Audi No.5 嘅錶殼好纖薄啦，所以個錶冠嘅尺寸咧亦都係偏細嘅。如果要將個錶冠拔出嚟係調校個時間咧，對於啲手指比較大嘅朋友咧都係有啲難度嘅。所以愛彼嘅工程師咧就諗出咗喺個錶冠嘅中間位置就加入一個按鈕，係專門係負責切換呢個上鏈啦，或者係調校時間呢兩種嘅功能，咁係非常之清晰同埋易用嘅。嗱，大部分嘅頂級計時嘅錶咧都會有嗰個分鐘盤嘅瞬跳啦，即係 instant jump 啦，同埋亦都會有飛反嘅計時功能嘅。但係如果要喺一個只有8.1毫米咁薄嘅錶殼空間裏邊，要完成呢兩項嘅複雜功能，所需要嘅技術咧，都係比較高㗎。咁佢哋喺呢個機芯上面咧就用咗呢個 peripheral 環形嘅擺陀啦，係負責嗰個自動上鏈，咁啊令到個錶主咧就可以阻擋咁樣欣賞到呢個擁有379個零部件嘅 Calibre 8100嘅複雜機芯嘅運作。嗱，呢個機芯咧係可以提供3日嘅動力儲備嘅，而嗰個腕錶咧亦都有20米嘅生活防水。嗱，喺 Audi 5裏邊咧，愛彼就話到俾我哋聽，佢喺外形啦、工藝啦、功能啦同埋用家體驗方面咧，都係一樣咁注重，同埋一樣係可以同時咁提升嘅。嗱，Audi No.5咧就係 Audi 系列裏邊嘅最後一款錶啦。咁之後咧，愛彼咧就會喺佢哋嘅新系列 Fab Lab，即係 Fabrication Laboratories 裏邊咧，去展示佢哋未來嘅研發嘅成果嘅。嗱，今年最矚目嘅新錶咧，我覺得一定係屬於呢個新系列 New Frame 嘅 Jumping Hour 啊！嗱，呢款錶嘅設計靈感咧係嚟自上世紀20至30年代嘅 Art Deco 嘅風格嘅。當年咧有好多款愛彼嘅古董錶咧，都係用呢一種咁嘅風格去設計嘅。以前咧大部分嘅腕錶咧都會用呢個金屬嘅錶殼咧係去保護嗰個玻璃嘅錶頸。但係今日咧就啱啱相反，因為而家嗰啲藍寶石水晶玻璃咧已經係非常之堅硬，同埋能夠抗
抗磨損啊。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呢一款 New Frame 嘅 Jumping Hour 咧，佢成個錶面基本上都係藍寶石水晶玻璃嚟嘅。咁而兩邊嗰個18K 金嘅部分咧，嗰啲紋理係靈感嚟自於Art Deco 嗰陣時嗰啲愛彼嘅古董錶嘅設計嗰度嘅。我自己覺得咧，呢款錶咧個錶嘅 size 咧係比較大嘅，32.6個毫米闊，34毫米高呢個尺寸。如果戴咗喺我17厘米嘅手腕上面咧，大家可以見到都幾大隻㗎。咁最主要嚟講係因為佢嗰個錶面咧，只係得兩個窗口，一個就係顯示個時啦，一個咧就係顯示個分。咁雖然個做工係好精細，但係我覺得咧個錶面嘅感覺咧唔夠豐富，有啲空洞嘅感覺。咁但係因為響展示嘅現場，我哋見到有幾款愛彼嘅古董嘅跳字錶啊，咁佢哋嘅尺寸同埋佢哋嗰個顯示窗口嘅設計咧，我都覺得好靚嘅，同埋更加討好。所以我好期待咧愛彼響不久嘅將來咧，會有一款個尺寸比較細啲嘅新嘅 Jumping Hours 嘅腕錶，等錶迷咧有多一個選擇嘅。嗱，AP 皇家橡樹最難買到嘅款式咧，鏤空錶咧一定係名列前茅㗎啦。咁而2026年咧，AP 仲推出咗兩款擁有呢個鏤空錶面嘅新錶，咁啊包括咗用呢個鈦金屬嚟做材質，銀灰色，好有運動感同埋呢個幾何圖案美感嘅一個版本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比較溫暖啲嘅色調嘅18K 嘅黃金嘅版本。嗱，呢兩隻錶咧係 size 唔一樣嘅，一隻大一隻細。鈦金屬嘅版本嘅錶殼咧就係 Jumbo 嗰個 size， 39毫米嘅直徑，而18K 黃金嘅版本咧係比較中性啲，37毫米嘅直徑。嗱，有可能咧呢個37毫米嘅黃金版本咧係想吸引多啲女性嘅顧客啊。嗱，實際上咧兩款錶咧，我覺得戴喺我嘅手腕上面咧個感覺咧都係好舒服㗎，但係咧佢哋嘅技術含量唔一樣。黃金嗰個版本咧係由雙擺輪嘅，咁理論上咧佢哋走時咧係會更加穩定同埋準確，但係呢個鈦金屬版本咧就係一個正常嘅擒縱系統嚟㗎。咁我覺得咧愛彼嘅皇家橡樹嘅 Open Work 咧係市場上面最靚嘅 Open Work 嘅腕錶，雖然佢未必係戴得最舒服嘅腕錶，但係肯定咧係最能夠吸引呢個眼球嘅腕錶。